来是中华县长王惠美率领着中华县66间的厂商，到台中一间百货公司参加展览会，要来行销着中华县的伴手礼。2、1，中华好列车进站喽！ 伫咧上古早味的铁道看板头前，中华县长王惠美正做列车长，甲66间中华特色的厂商，再去台中一间百货，后面就免走伤远，地当伫咧遮食着、买着。 让这个更多的乡亲、更多的我们的国人能够知道彰化的一个好物，行销中华在地不散，亲像中华北门口的肉圆、阿中烤肉饭和台关麻糍，拢有伫咧名单内底。这活动有限制时间，民众都要把握机会。我们小员工也可以有一个销售的机会，有工作机会。有中华肉圆、烤肉饭、蛇头、鸡尾仔、参尾的小盆菜，和鹿港好耍的凉面红啊，互民众伫咧台中地当体验中华好耍好食的物件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